2025年7月4日，香港娛樂圈傳來一個令人心碎嘅消息 ：TVB 之3演員雪妮嘅家人透過媒體發布訃告，宣布呢位77歲嘅老戲骨係7月3號下晝因為胰臟癌喺醫院嘅病床上面離世。不過呢則訃告之所以令人心碎，唔單止因為一個黃金配角嘅隕落，更因為佢同另一單悲劇緊緊纏埋一齊，就係短短10日之前嘅6月23號，同雪妮相伴56年嘅丈夫，香港著名武術指導唐佳，係佢哋一齊住嘅佐敦帝堡樓高處跳落嚟，用極之慘烈嘅方式結束咗自己嘅生命，享年88歲。據講，唐佳跌落嚟嘅時候撞到路邊嘅指示牌，頭同身體分開咗，當場斷氣。一對係圈內公認為神仙眷侶嘅模範夫妻，竟然係短短11日之內接連離世，留俾世人嘅除咗無盡嘅唏噓，仲有一段足以令所有編劇都黯然失色嘅現實版梁祝悲歌。唐佳離世嘅消息最初見報嘅時候，外界嘅猜測多數指向年事已高或者突發嘅情緒困擾。呢位88歲嘅老人曾經同劉家良並稱為張節御用兩大拇指，參與過《刺馬》《天涯明月刀》《少林傳人》《青蛇》等無數經典動作片嘅武術設計，而佢嘅太太雪妮就係上世紀60、70年代粵語片嘅首席武打女星。兩個人結婚56年，係充滿誘惑同變數嘅演藝圈裏面，始終形影不離，感情深厚到令圈內圈外個個都羨慕。然而，正當外界試圖為呢位老人嘅離世揾一個普通人嘅解釋過陣，一個令人震驚嘅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唐佳嘅死係一場精心策劃嘅殉情，係為咗跟住心愛嘅太太一齊走嘅決絕。據唐佳個仔向媒體透露，雪妮近年確診咗胰臟癌，而且已經係晚期，呢種被稱為癌王嘅惡性腫瘤，確診之後5年內嘅生存率唔夠1成，而且一進入晚期，癌細胞好容易擴散，病人要承受巨大嘅痛苦。雪妮嘅身體狀況急速轉差，不得不長期住院接受治療，個人越嚟越瘦，精神狀態都大不如前。面對住結髮妻子俾病魔一啖一啖咁吞噬，唐佳嘅內心喺長時間嘅煎熬裏面徹底崩潰。佢曾經唔止一次同個仔傾訴心入面嘅痛苦，直情話見到太太喺病床上掙扎，自己好唔開心，甚至直接講過想同太太一齊走嘅念頭。呢位係武術界呼風喚雨，經歷過無數風浪嘅硬漢，係就快同太太陰陽相隔嘅巨大恐懼面前，徹底失去咗理智嘅防線。令人唏噓嘅係6月23號唐佳離世嗰日，原本嘅計劃並唔係結束生命，而係去律師樓立遺囑。根據港媒之後披露嘅消息，唐佳喺屋企已經起草好咗遺囑嘅草稿，然而唔知係份遺囑令佢意識到自己就快變成孤零零一個，定係唔忍心俾太太獨自面對跟落嚟嘅痛苦治療，佢係出發之前揀咗自己了斷。當時唐佳同個仔以及病重嘅雪妮一齊住喺佐敦柯士甸道嘅寓所裏面。更令人唏噓嘅係，唐佳身上並冇帶遺書，警察只係喺佢嘅褲袋入面發現咗一張發黃嘅結婚相，係1969年佢同雪妮拉埋天窗嗰陣時嘅留影。更令人感到命運捉弄人嘅係唐佳遺囑嘅內容。據知情人士透露，喺嗰份未能簽署嘅遺囑草稿入面，呢位慳足一世嘅老人係晚年竟然想將自己幾乎所有嘅財產都留俾病榻上嘅雪妮，只有少少存款分俾2個仔。然而命運開咗一個殘酷嘅玩笑，唐佳諗住將所有財產留俾雪妮，但雪妮最終都等唔到佢所講嘅保障。而雪妮保險單上面嘅受益人原本係唐佳，但唐佳卻先走一步，呢份錯配嘅遺產分配令呢段充滿悲情色彩嘅愛情故事更加多咗幾分無奈同諷刺。唐佳生前嘅遺願並唔淨係關乎財產嘅歸屬，據悉佢曾經向家人再三叮囑，希望死後可以同太太一齊出殯，一齊合葬，甚至諗好咗夫妻要一齊走。錢嘉樂喺設靈儀式上接受採訪嘅時候，首次向外界公開咗唐佳嘅呢個遺願。
雖然唐佳先過算妮離世，但算妮嘅病情並冇因為丈夫嘅突然離世而好轉，反而受到巨大嘅精神打擊，身心狀態每況愈下，最終係10日之後跟住丈夫一齊走咗。2025年7月14號，算妮同唐佳嘅喪禮喺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一齊舉行，靈堂嘅佈置非常簡約低調，正中央擺住2個人嘅合照，上面掛住一條寫住永遠懷念嘅橫額。儀式結束之後，兩人嘅靈柩隨即移去火葬場火化。唐佳西裝3袋裏面各支1969年算妮送俾佢嘅定情鋼筆，筆尖上面刻住佳歌，打氣再忙都要返屋企食飯嘅誓詞，成為咗兩人跨越半個世紀心情嘅最佳注腳。喺告別儀式上面，算妮同唐佳嘅2個仔罕有咁出現喺媒體鏡頭前。根據媒體嘅描述，兩人嘅仔身材非常消瘦，神情哀傷，抱住夫妻嘅遺照領出靈堂嗰陣，在場嘅人無一唔動容。據知情人透露，唐佳嘅2個仔係父母接連離世之後，一直保持住極之低調嘅姿態，拒絕過多嘅媒體曝光，只希望父母可以溫靜咁走完最後一程。錢嘉樂代替唐佳同算妮嘅家屬喺靈堂外面接受傳媒採訪，佢透露今年年初仲同兩夫婦見過面，當時算妮睇落並無異樣，完全唔知對方已經患上胰臟癌。喺採訪過程入面，錢嘉樂幾度講唔出聲。算妮同唐佳喺圈內人緣極好，節靈當日，靈堂內外擺滿咗圈中好友送嚟嘅花牌。馮寶寶更係專程從馬來西亞趕返香港送別好友最後一程。作為算妮同唐佳當年婚禮上嘅伴娘，馮寶寶接受採訪時幾度哽咽，佢話好難接受佳哥會做出咁嘅選擇，但2個人能夠一齊離開，若然剩低一個，到老嗰陣都唔係咁自在，認為呢算係一種福分。姜大衛喺花牌上面寫咗得望永朝，音容遠在8個字送別恩師同師母。羅嘉良就喺社交媒體上面貼出同雪嚟嘅合照，感慨咁話：佢教我演戲要眼裏有光，而家鮮明，嗰道光係從唐佳叔睇佢嘅眼神裏面學翻嚟嘅。算妮原名洪算妮，佢嘅童年非常坎坷，因為家庭背景問題，細個嗰陣差啲俾人送去孤兒院。好彩係2歲嗰年，佢俾同鄉嘅好心人收養，跟住養母嚟到香港定居，先至避過咗流離失所嘅命運。年幼嘅算妮喺養母屋企長大，養母見佢生得清秀可人，就係佢14歲嗰年將佢送入演員訓練班。1962年，只得17歲嘅算妮正式出道，簽約當時嘅武俠片公司先學港聯，以月薪400港紙簽咗5年長約。初出道嗰陣，佢憑住甜美嘅長相俾媒體冠以甜妹妹嘅稱號。早年多數參與武俠粵語片嘅演出，同曾江、張英才等知名演員有過大量合作。算妮喺演藝事業上嘅轉捩點出現喺1966年，嗰一年佢主演咗電影《女黑俠木蘭花》，戲裏面佢以一身緊身衫，吊住威也飛檐走壁嘅英姿，瞬間征服咗無數觀眾。呢部電影大受歡迎，一舉奠定咗佢係粵語片圈內首席武打女星嘅地位，亦令佢獲得咗御用女俠嘅美譽。自此之後，算妮片約不斷，喺短短7年之間拍攝咗超過40部電影，包括《雪花神劍》《天劍絕刀》《奪命雌雄劍》等，風頭一時無兩。上世紀60年代嘅香港影壇，算妮就係俠女嘅代名詞。值得一提的是，算妮同丈夫唐佳嘅相識，正係源於呢部令佢聲名大噪嘅《女黑俠木蘭花》。嗰陣時，唐佳已經係業內頗有名氣嘅武術指導，負責呢部片嘅動作設計。喺朝夕相對嘅片場生活入面，算妮留意到呢個性格怕醜、工作認真、從唔撩女仔嘅男人。據算妮後來喺訪問中回憶，唐佳非常特別，其他男人喺片場成日油嘴滑舌咁同女演員搭訕，但唐佳同女演員講嘢嗰陣竟然會面紅。正係呢種怕醜同老實深深吸引咗佢。外界一度傳話係算妮倒追唐佳，但佢本人對此並唔避忌，坦承自己就係睇中唐佳嘅可靠。
樹妮喺圈中幾乎冇任何緋聞，呢樣係聲色犬馬嘅娛樂圈裡面極為罕見。出道多年嚟，佢始終潔身自愛，從未捲入任何感情瓜葛。早年曾經轉過佢因為去菲律賓拍戲而同當地影星有過短暫交集，以及同影星羅列傳出過緋聞，但呢啲都只係捕風捉影嘅猜測，從未得到證實。樹妮一生人唯一承認嘅、唯一真正走入佢生命嘅男人，只有唐佳。佢嘅情史乾乾淨淨，幾乎等於一部從一而終嘅教科書。1969年，樹妮同唐佳奉子成婚，嗰一年唐佳32歲，樹妮得24歲。婚後嘅樹妮做咗一個喺旁人眼中近乎瘋狂嘅舉動，係事業如日方中之際，佢宣布息影，急流勇退，全心回歸家庭相夫教子。之後，佢為唐佳生咗2個仔。上世紀80年代末，一家人移民加拿大，過住平淡而溫馨嘅生活，直到2個仔逐漸長大成人，樹妮先喺1997年回流香港，以52歲之齡加盟 TVB， 重返熒幕。復出之後嘅樹妮因為年紀漸強，唔再出演打女角色，而係轉型做甘草演員，專攻母親、奶奶個女配角。雖然唔再係萬眾矚目嘅女主角，但佢嘅演技越嚟越精湛，塑造嘅每一個媽媽角色都好深入人心。2013年 TVB 頒咗個傑出演員大獎俾佢，表揚佢多年嚟為電視行業做出嘅貢獻。2020年6月，樹妮因為身體原因唔再同 TVB 續約，並係同年11月正式宣布退休，結束咗佢長達半個幾世紀嘅演藝生涯。喺樹妮人生嘅最後幾年，佢嘅健康狀況一直係外界關注嘅焦點。除咗令人絕望嘅胰臟癌之外，樹妮仲有一項糾纏咗佢20幾年嘅患疾——遺傳性中耳根骨硬化。呢種遺傳病導致佢一邊耳仔完全失聰，另一邊耳仔做完手術之後曾經短暫好返，但10幾年後又再失聰。2年，佢幾乎完全要靠助聽器先至勉強聽到外界嘅聲音。樹妮曾經喺受訪時坦言，失聰20年嚟，好彩有丈夫唐佳陪喺身邊，做佢嘅人肉助聽器。佢拍夜戲拍到凌晨2、3點，唐佳就喺片場靜靜咁等，或者凌晨3點踩單車送熱湯俾佢。樹妮曾經笑稱丈夫係佢嘅保鏢、經理人兼阿四，並坦承自己性格好野蠻。婚後同丈夫有過唔少嗌交，但每次爭執，唐佳都係主動低頭讓步。樹妮同唐佳喺物質生活方面並唔算大富大貴。據港媒報道，2人同個仔一齊住喺佐敦柯士甸道一個普通住宅單位，唔係外界想象中嘅豪宅。唐佳雖然曾經係張徹、徐克嘅御用武術指導，參與過無數大片，但嗰個年代幕後工作人員嘅待遇遠遠不及而家，積蓄唔多。樹妮晚年患癌之後，唐佳幾乎用晒成世嘅積蓄嚟支付佢嘅醫療費用。據知情人透露，唐佳對自己極之慳儉，身上着嘅恤衫甚至係10幾年前嘅舊嘢，但佢從來冇喺樹妮嘅治療上面慳過1分錢。2人晚年嘅住處都唔係乜嘢豪宅大院，而係一處普通嘅市井民居。2人嘅日常就係一齊去街市買，去公園散步，俾街坊鄰居笑稱為連體嬰夫妻。2023年，樹妮因為身體唔舒服入院檢查，結果確診為胰臟癌第4期，癌細胞已經出現擴散。醫生話至少要進行6次化療，每次費用高達幾萬蚊。對於一個積蓄已經幾乎見底嘅家庭嚟講，呢個無疑係雪上加霜。但即使係咁，唐佳依然冇諗過放棄。佢喺醫院嘅走廊獨自面對繳費單，喺深夜嘅露台自言自語，喺心中默默計算住太太剩低嘅時間。法醫鑑定顯示，唐佳跌落嗰陣正處於急性應激障礙狀態。呢位88歲嘅老人最終都冇戰勝內心嘅恐懼同悲痛，揀咗最極端嘅方式結束咗自己嘅生命。從1969年步入婚姻嘅殿堂，
到2025年雙雙離世。雪妮同唐佳攜手走過咗56年嘅風風雨雨，佢哋嘅一首《恰好》構成咗粵語片黃金時代同 TVB 黃金年代嘅完整拼圖。雪妮憑住一身真功夫喺銀幕上打出一片天，唐佳就憑住精妙絕倫嘅武術設計喺幕後寫下傳奇。兩個都係江湖裏面浸過嘅人，偏偏都唔愛江湖嘅喧囂，始終情於彼此嘅目光。係告別式上，當兩副凌駕並排火化嗰陣，工作人員喺唐佳嘅西裝衫袋裏面發現咗一支舊鋼筆，係1969年雪妮送俾佢嘅定情信物。筆尖上面刻住一行極細嘅字：佳哥，打氣再忙都要返屋企食飯。斯人已逝，往事如煙。對於雪妮嚟講，佢終於唔使再瞓喺病床上忍受癌症嘅折磨，亦終於唔使再帶住助聽器咁辛苦咁聽呢個世界嘅聲音。對於唐佳嚟講，佢唔使再喺深夜嘅露台獨自喊，亦唔使再面對嗰個冇咗雪妮嘅世界。有人話佢哋唔係接連離世，係唐佳怕雪妮竟夜路會經，先去愛河橋上面霸個位。係紅磡世界殯儀館嘅靈堂上面，嗰張俾無數人瞻仰嘅合照入面，雪妮同唐佳都笑得好慈祥，仿佛只係去赴一場遠方。